故事嘅開頭呢，咁就喺 YouTube 咧睇一啲日本手球隊嘅訓練方法啦，咁就見到呢一種咧喺繩上面跳嘅，咁咧覺得咧對手球嘅協調啦、節奏感啦、腳步啦都好有幫助。咁了解之下呢，原來有香港嘅籃球教練呢將佢引入咗嚟香港。咁呢條片呢，就會記錄我上堂考牌嘅過程啦，同埋都請咗佢哋分享呢香港 STAR 嘅發展嘅。我哋今日做嘅運動呢，叫運動節奏訓練，我哋叫 STAR， 係一路聽音樂，一路咁開心做運動。希望可以透過呢個有趣嘅訓練，去培養小朋友對運動嘅興趣啦。可能有音樂嘅帶動底下啦，佢哋會好投入啦，亦都肯接受挑戰。因為佢可能會見到其他小朋友，咦，佢哋都做到喎，我哋都可以試下咁樣咯。另外，我哋其實都發現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學生，好幫助好大。因為其實呢一個訓練除咗訓練小朋友嘅身體協調之外，亦都係一個腦部運動。你會見到佢哋好享受成個訓練過程，佢哋會願意嘗試啦，亦都譬如可能當佢做到一個動作，你同佢 high five， 佢哋會好開心啦，亦都肯融入其他小朋友裏邊一齊去做呢個運動。咁所以其實我哋見到呢一樣嘢都，對於我嚟講，我覺得好開心咯。至今由21年到而家，我哋大約就有30-40個教練出咗嚟啦。我哋而家兩個係香港唯二由日本 STAR Official 認證嘅 Level 2教練啦。其實一開頭喺香港學 Level 1嘅時候嗰啲呢，係啲好 basic 嘅 skills 嚟嘅啫，即係我會話同日本真係好大分別啦。上年去完日本，即係考 Level 2之前嗰排咧，其實真係好似重新學過所有嘢咁樣啦。原來係即係唔係淨係得做死一個節奏，而係有好多唔同嘅節奏，係好多變化，成件事係會變得有趣好多。點解日本小朋友打波咁犀利嘅呢？點解好似4-5年級控球已經有晒節奏，跟住我哋再揾佢源頭啦。其實佢哋會玩一個即係叫運動節奏嘅嘢，聽音樂啦。令到個身體協調性增強啦。我開頭逼你去練啦，同埋而家你會有咩嘅對比咧？我覺得咧，一開頭係即係我對呢個運動係冇乜興趣，講真。但係即係自從上次去完日本之後咧，我發現人哋個氣氛真係好好啦。即係我發現其實呢個運動係好好玩嘅咯，可以。原來唔係淨係得自己喺度上面跳跳咁樣唔知做乜嘢，但係反而係可以即係可能啱啱有啲大家一齊做嘅，因為聽住音樂其實都好 high 咯，會所以慢慢係發掘到其實呢個嘢係幾好玩，而家係 enjoy 嘅。咁你會話日本嘅氣氛同香港嘅氣氛唔同咧？你會唔會諗住可以將日本嘅氣氛模仿咗日本嘅氣氛，令到香港都係咁樣咧？我希望香港可以做到呢樣嘢，因為文化問題啦，我覺得香港人比較內斂啲嘅，同埋好唔即係做運動嘅時候其實好唔放開咯，我覺得。係咯，我目的都係希望香港人開心做運動咯。即係我開頭逼你啦，逼完你之後，你發現原來呢個運動都係一個好開心嘅運動。而家你自己都會做呢個運動或者介紹俾人啦，咁我都覺得我成功咗。我亦都希望將嗰個運動同你一個理念一樣啦，推俾自己啲學生啦，令到自己啲學生打得更好啦。再試下推入其他學校啦，不停擴大，不停咁擴大。我覺得對所有人都係有幫助。所有做運動其實你要協調，用腳、用細肌肉、用節奏或者節奏感，呢樣嘢係人本身應該要有嘅嘢。體驗班嘅學校嘅老師都好認同一樣嘢，就係話對小朋友好有幫助。其實呢樣嘢應該係早啲去學。係啊，我覺得而家整體性，如果想你專項提升嘅呢，其實唔係淨係練死嗰樣嘢，周邊好多嘢都要練。係啊，永遠練波淨係練波。佢話其實可以練第二啲嘢，有第二啲相關嘅嘢，好似呢啲咁樣啦，都令到佢哋球技有進步咯。
呢啲節奏感、律動感啦，係好需要我哋呢個運動去做。即係譬如我哋呢啲個人，除咗速度、除咗身形之外，就係節奏差啊、擺脫啊嗰樣嘢咯。係啦，第一樣嘢明知呢樣嘢係好嘅，想將佢推廣俾啲小朋友，但係都好多困難。唔係你話推廣，佢哋就一定要接受家長嘅 support 啦、學校嘅 support 啦、周圍有冇資源去做、有冇場地啦。咁我哋呢個運動好在就係我哋唔需要一個好大嘅場，一個活動室啊，又或者再細啲嘅地方啊，都已經可以做到呢個訓練。我覺得跳得多咗之後呢，其實係真係會跳高啲，同埋呢嗰個節奏啦，嗰啲細肌肉嗰啲協調呢係好咗嘅。可能我之前某啲位係去唔到嘅，跳咗 star 之後呢，會發現嗰啲動作其實係做得好啲咯，clear 啲咯，啲步或者跳得遠咗，可能真係手球過人咁樣嗰下就攬得遠咗咯。籃球就可能係跑快咗。我頭先其實喺度睇啦，我都有諗可以放喺唔同嘅手球訓練度嘅，尤其係熱身啦，即係頭先。看似就咁原地或者就係向前喐啦，咁其實我都出晒汗。同埋係關協調性時，你個腦要去控制你身體。咁仲有啲好細位，點解頭先我哋會問我究竟係左腳先定右腳先定係點樣轉嘅？就係我哋打手球，其實我哋個人嘅動作就要左右開步。咁其實右腳落地先同左腳落地先，或者左腳跳完左腳落地定右腳跳完左腳落地咧？呢啲細位其實再高階啲嘅一啲細節位。咁但係我哋如果再專注啲位，我相信喺我哋嗰個運動範疇入邊都可以提升到。